要將阿拉伯數字轉做羅馬數字，我首先預備兩個陣列咧，一個係裝整數嘅，咁第二個係裝文字嘅。而呢兩個陣列各有13個元素，咁例如 M 咧係等於1000嘅，咁另外 D 咧係500，C 咧就100。咁舉個例子，如果我想轉嘅數字係2469，一個阿拉伯數字10進制嘅，變做羅馬數字，咁我哋會首先咧就 check 下咧，就夠唔夠減1000。咁所以當 i 等於0嘅時候咧，我哋 check 第一個數1000。咁因為2469係大過1000啦，咁所以我就會減1000。咁減1000之後咧，我哋會印翻個 M 字出嚟嘅。咁然後下一步咧，減咗之後變咗1469，咁再減1000咧，可以減到，咁所以就印個 M 出嚟。咁我哋跟住發覺469咧就唔再大過1000啦，咁所以我哋試第二個數就900。咁900唔得，就咪再下一個數 i 等於2咯。咁大過等於500亦都唔啱嘅，咁所以你會試下一個 i 等於3 400。咁如是者咧，1000、900、500、400、100一路試到尾為止。咁如果夠減咧就減啦，就印翻相對嘅羅馬數字。如果唔夠減咧，就試下一個。咁於是我哋就會試1000、900、500、400，一路試到尾為止。咁所以 i 等於0嘅時候就試1000，i 等於1嘅時候就試900，i 等於2就試500。咁我哋減1000就印 M 啦。所謂1000就係呢個 DC0， 所謂 M 就係 Roman 0啦。咁寫成 program 嘅時候點咧？我哋首先輸入一個阿拉伯數字先啦，叫 AMT amount 嘅。咁然後 i 等於0，咁即係由第一個數1000開始啦。咁只要咧 amount 係大過0咧，就不斷重複。咁如果個 amount 係大過或等於 DCI， 咁即係大過1000咧，咁個做法咧就我哋會扣數嘅。所以 amount 咧就減等於 DCI。咁扣數之後咧，扣咗1000，我哋要印翻呢個1000所對應嘅羅馬數字咧。咁所以用個 %s 係文字嚟嘅，印個 Roman i 係0嘅時候咧，就對緊呢個 DC0， 印就印翻 Roman 0。咁但係如果 amount 根本大唔過 DCI 嘅話咧，就我哋會 check 下一個數。咁於是咧就 i 加加，咁啊跳咗去1，咁啊 check 900噶啦。咁再大唔過呢個數嘅話咧，就 i 加加就跳去2，如此類推一路去到尾為止。